在地人在地前来看南投日月潭外来的鱼种鱼虎大量来生团，攻击到本土的鱼仔类，严重影响生态。附近的渔民是斗河斗掠，但是掠起来鱼虎要安怎来处理呢？有当地民俗的业者讲，这个鱼虎的肉质是 Q 阁有弹性，来做三杯鱼，人客拢学落好食。三杯鱼香肠都骹手较美的，捏起来炭烧酱。好吃，好吃。这是什么鱼啊？吃起来真 Q。三杯鱼非常的棒，那也很怕说为了又要抓更多，结果又去把它繁殖，又去养，那反而又不好。这最好料理三杯鱼肉，就是破坏日月潭生态，佮大量的生团掠拢掠袂了的外来种鱼虎。味道感觉比较像我们在吃鸡肉那种感觉，它比较有弹牙。煎好鱼虎肉，佮放落去炒，淋一寡酱料、苏打料，甲卡起来，这就是香港讲的三杯鱼虎肉。日月潭就是要吃鱼虎，可是很少，所以你不一定每次来都吃得到。之前日月潭的鱼虎有够济，强要无天敌一直夹湖内面其他的鱼啊，渔民赶紧掠，用网用电的。不过掠起来鱼虎数量真济，唔知要怎处理好渔民，真伤脑筋。一直到有民俗业者想着讲料理鱼虎的方式，果然有真济内行的来这里试这个滋味。